老闆，你而家係咪3個平台來回複製貼相？IG 打一篇，FB 改一改，再搬去小紅書重寫一次，時間就咁冇晒。問題唔係你唔勤力，而係方法太原始。其實而家用 AI 可以一個核心內容拆成3個平台版本，自動調整語氣、字數同重點。IG 重視故事感，FB 講清楚資訊，小紅書要攻略式結構。AI 可以幫你一次過生成，再由你最後把關。重點唔係偷懶，而係提升效率。同一個主題，全渠道同步曝光，但每個平台都似為佢度身訂造，呢個先係效率紅利。當你仲花時間做搬運工，人哋已經用 AI 做內容總監，你而家用緊幾多平台？留言話我知，我教你點樣用一套內容放大3倍曝光，follow 俾個 like。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